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的台湾国际蓝灯确定延期，但是已经报灯的蓝花到底要安怎处理呢？市府想出遍地开花的方法，将这蓝花刷到游乐区甲景点去展出。上午市长黄伟哲嘛前往麻豆的总野艺文中心，了解蓝花布置的状况。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予今年的国际蓝展延期来举办。但因为蓝花拢已经布置好啊，市府为了充分利用这个作品，也提出了遍地开花的想法，将这蓝花刷到台南各大的景点来布置。除了予民众会使安心来看蓝花以外，也为延期的蓝花展来做宣传。文化局在11个景点都将国际蓝展的这些兰花移植到这11个，不管是古迹景点也好，或是我们的文化中心，就是大众出入方便的这些公共空间去做展示。那同时也让这些兰花跟我们的空间能够整合在一起。那譬如说，在总野艺文中心这边是我们的古迹区，这些日式建筑都相当的典雅。那跟兰花整合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那也让兰花能够衬托出总野之美。那包括我们在安平古堡、赤坎楼、安平树屋，包括我们的骁龙文化园区、水交社、水道，还有化石园区。那这些空间都有不同的属性，那也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我们都请花艺老师将兰花跟整个空间把它好好的整合在一起，让台湾国际蓝展的美能够延续到我们整个城市的空间。对此，9号上午，市长王伟哲也前往麻豆的总野艺文中心了解蓝花的布置状况。市长表示，虽然蓝展延期，但是要透过遍地开花的方式，让各大景点拢成为蓝展的现场。我们今天来到总野艺文园区，可以看得到我们台湾国际蓝展就在这边开花了，所以很高兴迎接我们新的许多游人许多这个市民朋友都可以来总野艺文中心。其实总野艺文中心配合它原来总野糖厂的一些过去的建筑物，本来就已经成为观光热点了。那再加上国际蓝展的这些花卉，这些兰花，可以让这艺文中心装点得更漂亮，而且更具风味，也可以让大家借着说明，让大家知道这个国际蓝展事实上是精彩可期的。市府安尼规划，也予来到总野艺文中心的游客感觉非常的水，甲整个园区非常的搭配，也毋免走到后壁区，就会使看到兰花，非常的方便。这个很好，比较大众可以走进来这里来看了。那这里本来就是休闲的地方，所以走过来看的话，你会觉得比较舒畅。如果办在室内，尤其最近有疫情的问题嘛，感觉上就觉得有点压力，又比较遥远。这里我们住在附近过来的话，会更方便一点。除了伫总野艺文中心以外，民众也会使伫赤坎楼、山上水道博物馆、做电花石园区等各大景点欣赏到兰花的水。喜爱兰花，也则是原本想要参与兰花展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国际蓝展的兰花刷到总野艺文中心，再加上2020油画花艺术季正展开，兰花甲油画花变成真特别的美丽景色。市长黄伟哲上午嘛前往麻豆的油画园参访，邀请市民亲身到麻豆去体验。伫参观了总野艺文中心以后，市长就前往了周边的油画园，了解目前油画花开花的状况。看到园区内油画花开了非常的好，也予市长期待接下来透过油画的大出，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结合当咧举办的2020油画花艺术季，市长也邀请市民朋友会使来到麻豆行行看看的，伫户外也无需要担心到疫情的影响。刚刚去看了兰花，现在兰花的隔壁就是柚花。那柚花其实柚子的产业、文旦的产业其实不只是中秋那一天的文旦果品而已。事实上，文旦的相关的这个
周边的商品，好，包括日用品，包括保养品，还有包括柚花的一些文创制品哦，其实坦白讲都蛮多的。那现在看到我们今年的柚花盛开，那就可以预期到中秋的时候就是文旦盛产，好，那文旦盛产当然是优质的果品啊，大家都喜欢。那这个所以说在麻豆文旦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哈，大家事实上这些柚农们是比较不担心，只是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要把这个经济产业提振出来啊，尤其上半年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大家的经济活动比较少，好，那有些产业受到一些影响，但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借着中秋，甚至借着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夏天的这个休闲活动，我们就能够把休闲观光产业把它提振起来。那配合的现在今天看到这个柚香，我们当然会请农业局来拟定一些我们的一些产销的计划。那也请文化局相关各局处能够把一些艺文活动办起来。那你看这些户外的艺文活动，像在柚子园里面这个柚子树下，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不需要担心什么冠状病毒了，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在户外，而且空气流通，而且柚子的香味那么香，所以应该是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今年柚仔花艺术季的活动虽然有部分受到疫情的影响取消，但包括柚仔园盛宴、柚仔花茶室等活动拢有持续来举办，也佫有适合亲子的柚仔园体验活动。这段时间也有特别开放民众来赏花，机会相当难得。台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经历3任市长，总共18档的都市更新规划，台南市区上大亲水公园和乐广场正式启用。这个被富士比杂志称为世界7大私人基台公园，到底有甚物特别的设计呢？透过报道，带大家来看卖。深受国内外观光客喜爱的台南，现在佫加了一个翕相以及佚佗的所在。历经18档的都景甲规划，将原本的中国城拆除改建为和乐广场，整体景观工程开了1亿4000万，设计循环水系统，打造民众亲水空间。和乐广场甚至佫得到富比士杂志有为世界7大人人期待公园，真正是互人娱乐。和乐广场是大家娱乐，要娱乐上，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娱乐我们赖前市长也是赖副总统当选人。在2016年的时候，能够在国际竞图中非常仔细的规划能够让这个和乐广场原来的中国城的这个比较旧的社区跟商场能够得以新生，成为市民的亮点。第二个被俄勒当然是那个时候的吴新修局长是吴新修署长他能够执行非常成功的让这个案子能够拆除，而且能够顺利招标。还有我们的李梦燕前市长，现在的李梦燕行政院秘书长，他能够顺利动工。当然，没有议会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在议会里面，我们今天从郭议长到各位议员，在那个时候，其实在中西区是一个旧社区，可是许多商家他们愿意配合国家的建设，配合市政的发展，能够让成就了今天的这个广场能够做好，这点是特别打的俄乐。那我们也俄乐我们都发局各位同仁，从庄局长到所有的市府同仁，包括公务局、地政局，大家能够让这个划区段征收能够得以实现。前市长同时也是准副总统的赖清德，嘛特别出席和乐广场的开幕，向市府团队的努力表达感谢之意。过去市府团队的努力以及得到市民跟机场里长的支持，当然也在议会的监督之下，我们把中西区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一一解决，让台南市的中西区可以繁荣发展，也带动整个台南市的进步。那我很高兴接续的黄伟哲市长的团队也能够继续再接再厉。那我们希望台南市能够越来越好。透过和乐广场启用，将串联海岸路艺术大道，未来佫有具鱼市场的活化利用，加上运河水上观光，和乐广场周边将蜕变为市区的新热点，为台南市的观光加入新的话题。
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和乐广场特殊的景观设计加清水环境，已经成为台南上新的打卡景点。不过，因为有部分的民众去耍水的时阵穿衬拖，就入去水池仔内，阁有民众带宠物入园，让议员担心会有卫生的问题。被誉为世界7大令人期待的公园和乐广场，伫顶礼拜六盛大开幕后，就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朝圣。民众伫遮不但会当欣赏到特殊的景观，甚至阁会当耍水，而且园区的水体因为市府挂保证是采用3道 RO 逆渗透过滤系统，每当进行一届清洁，卫生安全有保障。但有人发现伫现场靠民众穿鞋仔就入去耍水，真无卫生。议员陆坤和洪玉凤9日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爱加强卫生的宣导。前天在开幕的当下，也很多人，这2天，尤其在昨天、今天，人足侪，我嘛有去现场，看到囡仔有的囡仔拢伫内底咧耍。我讲坦白，以我看到，嘛有看到大人穿衬拖了呀。没有这个管理方面到底做了什么？卢议员拄仔讲的，讲穿衬拖的都聊落去，穿鞋仔都聊落去。我想欢乐的是讲，带了毛小孩一起下去，就在那边放晒放尿的。拢伫迄个水中，到底即个清洁是毋是有法度通好家用甲变做一个真安全的即个清水环境？另外，因为这个新景点真受到民众欢迎，所以只要拄到假日时，不管是透早也或是暗时，和乐广场拢会充满着人甲车，大大影响到周遭居民住的品质。每天开放到晚上10点，但是到11、12点，这游客也阁无法度甲因劝导离开。然后我们在那边玩的时候，拢会开讲，会大细声的宣传，造成两侧的住户，因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影响到因的作息啊，因都无早条困啊，变做一个本来是真安静的环境，食力啦，煞变做真差的环境，所以嘛影响到住户伊的生活品质，安那停拢无要紧，也毋免开单，是安那阮去保。伊就拢爱开单啦，遮甲阮用真乱，煞毋免开单，我们不知道公部门针对这样子民众的这些反应，能够怎么样处理？针对卫生安全以及停车问题，市府嘛做出回应。它第一道是大概基层的过滤，就是一般的过滤。那第2道就是 RO 逆渗透，我们家里很多人比较重视水质的，可能都有装 RO 逆渗透，是饮水的用的，所以它的水质已经是可以达到饮水用的这个标准了哈。那第3道我们是利用 UF 的超微过滤，那这个部分的话，尤其它在过滤的过程中还会加一些氯跟臭氧来做消毒。这个所在应该是机车问题较大，因为周遭的汽车的供给是相对比较充足啦。其实大概我们早上去盘点之后，大概这个周遭大概可以规划出大概176席的一个机车停车格。那这部分大概我们应该在这个礼拜之内会把它完成。议员罗坤和以及洪玉凤最后嘛学了和乐广场真正是做了袂歹，但嘛有部分的卫生规划应该要加强管理，和这个台南市景新亮点会当继续让市民伫遮安心佚佗，嘛呼吁市民爱共同珍惜保护这个广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民众若是经过东区的府城总金阁对面的巷仔内，可能会感觉奇怪，哪有一丛大树就栽伫个路中央，影响交通。不过，其实这丛树啊是伫个日本宿舍群开发以后才凸显出来。虽然部分的民众认为有安全的顾虑应该散走，不过当地最后为了保护老树，也是就地保留为好，这嘛成为龙山社区的一大特色。位于大门路二段遮原本是台南农改场，市府将对古迹宿舍群伫完整保留开发以后，除了环境清幽，成为一大观光的景点。不过原本只是中内路边的树仔，却因为重新规划，造成老情明显地踩伫道路中央。虽然目前当看到主管机关只用盆栽围起来，并无安全的警示，所以到底是以安全为理由来耍树仔？也是历史的感情，就地保留为好，民众看法两极化。搬来这20几年来就有看。我是住伫迄边的啦，是拢来这买物件。
啊，车清早按则行桥时后壁车就叭。惊危险嘛？对啊，你啊锁掉夹边就袂啊。因为它这个算是也是有车在走啊。对。如果说就是它那个就是有阻碍到的话，可能就是说看能不能有个方案可以把它，就是说再找个地方给它保存下来啊。要不然整个砍掉，你看那么大一棵，它可能就是说。比较可惜啊。经过了解，当地已经号名做虎东创意树林，所以除了这丛老青，其实其他也阁有老面包树、乌大木等等。所以电线徛伫环境保护加爱树的心情，也是倾向保留落来，以外成为社区一大特色。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湾有将近10万外位学生缴袂起营养午餐，更加莫讲买册包甲文具用品。所以，高度国际青商会会员特别用恰当机款的，号召大家来做爱心，预计筹募300个册包，上午因也为立新国小出发。一群高度国际青年商会朋友伫事业有成以后，就希望积极回馈社会，关怀弱势。这回因选择要用恰当机的方式，5天4夜环岛，号召有志做伙来关心台东、花莲等较偏乡的高学生，预计筹募300份爱心册包甲文具等物资。小会长嘛将这份爱心先捐予立新国小，场面相当温馨。开车跟骑单车我们办不到，对，然后开车的话是会变得会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会骑重机，也号召我们的所有新商会的好伙伴们，对。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大概募集到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会？一开始是书包、文具、铅笔盒，对。就是小朋友最实用的东西。出发进前，包括教育局的代表、议员林美妍、李启伟等一些青商会好友，拢共同来见证，肯定因的爱心行动。今天透过古都国际青商会，他们发起这个送青商宝宝环岛送爱心，将就是说最基本的在教育里面最基本的就是文具。书包，我想这是每个小朋友上学的必备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宝宝送到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哦。那这些偏远的地方，这些小朋友如果在弱势的家庭里面，这个资源比较不足的地方，给他们送给他们，然后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就跟人家一样快快乐乐的。我想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物，但他们花费的这精力啦心血事上，我们真的要加以肯定啦。该环岛爱心行动上午对立新国小出发以后，预计3月13号将回到桂林，发表一摆行程的首席。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替台南优秀的运动选手争取权益，至少爱甲其他5都比较起来袂差伤济。蔡小薇等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爱提悬奖助金，甲检讨优势运动计划，避免造成好的人才流失。3位民进党籍议员纷纷表示，要有完善的运动环境，选手才会当无后顾之忧，所以要求市府提高比赛一摆性的奖金、生活照顾金甲退休以后的安顿。因为毕竟运动员的生涯有限，千万唔通甲其他5都比起来，就是差人一截，反而会造成人才一直流失。希望在运动员
好，当然它未来的出路的安置的部分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配套措施，不管是在进入市府工作或者是进入教育的部分，可以另外有这个部分的运动员的一个配套措施。那今天的重点，我们还是针对，希望可以把这个全运会的奖金来争取到未来我们打算不要特定在优势的12项的项目里面，那每一个项目呢，它在全运会的部分都可以提高到第1名1万块，第2名8000，第3名6000，甚至更高。只要有远见一点的家长他可能提早就已经把台南市优秀的学子把它转去其他县市，那这一点对台南来讲其实非常的伤，因为好不容易咱台南会当出真侪人才，亲像咱这样拍棒球这些运动项目，拢有咱台南的好人才，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像我们体育处、我们教育局到我们市长都可以来呼吁说，增加我们这样子的配额，让咱的台南的运动选手会当安心啊，伫咱台南好啊训练，好啊培养。要比可能比不完，但是到底运动发展策略，到底人家有没有在用心，有没有在努力？我看到的是我们的教甄制度是我们新北市是连专项的一个运动才能都有提出来，我们运动专才的一个教练的一个缺额，但是我们台南市现在呢，还是一直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正式的，让大家让运动选手可以有一个稳定培训的一个教练，或者是专长的老师来去培训他们。面对这样子比较特殊的一个比赛，或者说考虑到选手的生命其实真的希望体育处在能提高一次性的奖金跟每个月的一个相关的生活照顾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亟待需要加强跟提高的。对此，教育局回应，台南针对职业运动员的照顾是全面性的，除了一般性的奖金已经提高，此外比赛交通加旅费嘛拢调悬，上要紧就是咱有体育奖助金、就业的辅导以及健康管理的方法。对整个一个参赛的选手，我们有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计划。所谓的健康管理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的那个选手从平常的训练。就融入运动科学。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由专家来分析这个选手的一个体能状态，以及他现在的各方面的表现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参赛的时候又有随队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防护员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机制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普遍得到。选手们的一个赞许啦根据我们的了解，以目前全国只有台南市跟台北市有这样子的一个照顾选手的机制。据了解，以去年全会台南535位选手来看，目前只有1位桌球选手转到外县市，所以市府相信选手拢会全面评估，袂只看单一的奖金较悬来选择离开。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20度到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3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